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到苗栗。讲有网友去买咸酥鸡的时阵，意外看到这个头家挂喙暗的生枪，甲卫福部长陈时中是真相共，引发着大家讨论。就有人滚酸笑，讲无怪前2天的记者会拢看无陈时中，原来是跳槽去卖咸酥鸡咯。就参陈时中家己拢讲真共哦，佮掠准是别人甲家己的相片甲打起哩。啊，咱的记者专工到苗栗来找到这个咸酥鸡的头家。有影是生做有共，也毋过头家真低调，无愿意来接受采访。啊，老顾客是讲，这头家若是无挂喙罨，其实就无成；也毋过喙罨一挂起哩，就足成的。咸酥鸡档的头家和太太咧招呼人客，毋过详细一看，头家有了面色。很多人说你像陈时中，你没有跟你讲说，有人说你很像。很多人讲，很多人像啊。摕陈时中部长的相片来看，两个人的头毛虽然有了无同，毋过目睭面型真正真像。照片是蛮像的。不少网友看到了后嘛讲真正真像，甚至连陈时中家己看干嘛惊一跳。我本来以为是文家把我的头放上去的，我觉得还蛮像的。连部长家己嘛讲真成，嘛互大家真好奇，头家若无挂喙罨，是毋是会搁较成？毋过头家无愿意，附近看过本人的厝边嘛讲，若无挂喙罨都无成。脱下口罩的话，可能神韵就没有那么神似，但戴上口罩的时候，在某个角度看起来，真的还蛮像陈时中。那他戴上口罩是比较像，是不是？对。那脱下口罩呢？还好。整个像阿中部长生理敢有变好，头家和头家娘拢真低调，无愿意回应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